北京市政府警告中外記者唔可以亂咁採訪。柴玲同封從德話今朝早差啲俾人綁架。較早時公安局拉咗嘅3個工人已經放返。本港白石羈留中心2000幾個船民今朝早唔食飯，雨夜中又答應接替竹下登做下任嘅首相。新聞嘅詳細內容。北京市政府今日再次警告中外記者，未經批准唔可以喺北京採訪，以及唔可以通過不正當嘅途徑得到某啲資料。北京市政府仲話咧，有關限制記者採訪嘅禁令，解釋權喺北京市人民政府。袁志偉喺北京嘅報導。喺今日外交部嘅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面，北京市政府嘅發言人丁維軍突然間去到會場，向在場嘅所有中外記者宣讀咗北京市政府對於戒嚴令嘅說明，包括所有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如果要喺戒嚴包括範圍之內採訪呢，事先一定係要向北京市政府嘅外事辦公室申請，批准咗之後先至可以。任何記者唔可以喺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周圍、新華門前面或者係任何嘅公眾地方進行戒嚴令禁止嘅採訪活動、變相採訪活動、拍照、錄像。而所有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唔能夠通過不正當嘅途徑獲得戒嚴期間禁止嘅挑唆以及係煽動性活動嘅資料。而喺戒嚴令期間呢，任何其他規定同戒嚴令相抵觸，就以戒嚴令為準。違反戒嚴令嘅人，由北京市政府有關嘅人員視乎情節嚟到處理。另外，外交部嘅發言人李金華喺發佈會上面回答記者詢問嘅時候話，中國嘅黨政軍以及係人大常委會嘅領導人職務呢係冇任何變化㗎。而有關於鄧小平患病住院嘅消息，亦都只係純屬謠言。無線電視記者袁志偉喺北京嘅報導。而家我哋嘅長途電話係接通咗喺北京嘅高劍青。高劍青，係，我想問下天安門廣場而家仲係咪有好多記者喺度採訪啊？哦，咁樣㗎，我就啱啱喺半個鐘頭前呢，就離開咗天安門廣場，翻酒店。咁我離開嗰陣時呢，嗰度剩翻嘅香港記者呢，就只係好少嘅啫，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外國記者嘅。原因呢，就係部分香港記者喺呢幾日呢，就陸續離開北京翻香港啦。而過去幾日天安門廣場呢，都冇乜嘢特別嘅事件，所以一啲記者呢，就走咗去做第二啲嘢㗎。咁今日喺廣場嘅電視攝影隊呢，亦都只係得翻4-5隊，比前日即係有成10隊8隊啊，明顯係少咗嘅。咁由於下晝外交部呢，喺每個星期嘅新聞發佈會度呢，係北京市嘅發言人重申戒嚴令，仲指明就唔可以帶本地人翻酒店做訪問之後呢，啲香港記者呢，就紛紛就打電話翻香港攞指示啊。咁佢哋後嚟呢，都陸續離開天安門廣場翻酒店㗎。咁喺廣場上面呢，就而家只係即係有一啲外國記者喺度啦。咁如果一陣間有啲有進一步消息呢，我哋就會同香港方面聯絡㗎啦。好，唔該晒你，高劍青。喺北京天安門廣場靜坐嘅學生領袖柴玲同埋丈夫封從德今朝開記者會，聲稱今日凌晨差啲俾人綁架。何富豪喺北京用長途電話報導。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以及佢嘅丈夫指揮部嘅副指揮封從德，今朝喺北京時間12點喺天安門廣場召開緊急記者會。佢哋喺會上話，今日凌晨俾4至5個人企圖強行捉走佢哋。是這樣，今天凌晨的時候，凌晨4點的時候，我們在夢中被驚醒。我跟我愛人封從德，同時遭到一些陌生人的用暴力手段，企圖用把毛巾勒住我們的嘴，然後呢用暴力手段把我們挾持走，但是他們沒有成功。佢哋提出咗幾點疑點。第一，封從德同柴玲住嘅地點呢係秘密嘅，一般人唔知道。此外，當時廣場上用嚟廣播嘅2個喇叭線路被截斷，廣場指揮部唯一向外通訊嘅電話呢亦都發覺被切斷咗。無線電視記者何富豪喺北京嘅報導。較早時有傳言話，可能受到整肅嘅中國副總理田紀雲個名咧，今日再次出現喺新華社嘅新聞。咁話咧，早2日有報導，黃河防止水災嘅措施受到破壞。田紀雲副總理對呢個問題非常之關切，立即批示要求盡快修復呢一啲設施。新華社呢項嘅報導咧，顯示田紀雲仍然喺國務院有實際嘅工作。咁但係黨總書記趙紫陽嘅名仍然係冇喺官方嘅報導當中出現㗎。
例如今日中央電視台嘅報導，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同埋總後勤部負責人奉中央軍委嘅名義探望到北京嘅軍隊呢，就只係提軍委主席鄧小平同埋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嘅名，但係就冇咗第一副主席趙紫陽嘅名啊。新華社消息。連日來，總參謀長池浩田、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總後勤部部長趙南提等領導同志分別看望了在首都部分地區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轉達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對部隊的關懷和慰問。另外，《人民日報》今日發表一篇讚揚胡耀邦嘅長篇文章，話胡耀邦呢一位盜惡如仇、勇敢無畏嘅政治家，喺77年嘅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之後呢，短短幾年平反咗300幾萬宗冤假錯案，使到億萬人解脫咗精神嘅枷鎖。北京市政府雖然喺今日向記者發出嚴禁採訪嘅警告，但喺琴日就主動邀請記者去到北京市郊採訪一次官方組織嘅農民示威。高劍青喺北京報導。參加北京市郊大興縣反對動亂集會嘅有工人、民兵、農民同埋中學生，總數超過1萬人。呢個集會係由大興縣嘅縣委召開嘅，參加嘅人都冇嗌反政府嘅口號，佢哋只係話要求安定同埋團結。一個參加集會嘅人認為係有人利用學生嘅愛國情緒，擾亂社會秩序。我認為現在這個就是有些這個社會現象嘛，已經是就是擾亂這個社會秩序了。就是不過一個冇參加集會嘅人就有唔同嘅睇法，因為這個屬於有組織的，我認為是有組織的，而大學生是屬於自發性質的。我怎麼說呢？讓我講實話，我現在不敢說。無線電視記者高劍青報導。而喺天安門廣場，學生就指責政府而家係利用一切嘅宣傳嘅途徑破壞學生嘅行動。學生喺尋日咧曾經就幾個支持佢哋嘅工人一度被扣留嘅事呢，係遭到公安部示威。謝彩雲喺北京嘅報導。天安門廣場嘅1萬個學生，尋日開始重新整理廣場嘅帳幕，但係到挨晚突然間颳起大風，亦都有驟雨。不過廣場上嘅民主女神像就似乎未受影響，仍然屹立不倒嘅。不過學生嘅遊行活動就要褪遲咗2個鐘頭。佢哋有幾千人左右，打住校旗由天安門出發，聲稱去支援被公安扣留嘅3個工人。不過最後去到公安局嘅就只有中國政法大學同埋清華嘅幾十個學生，但係就吸引咗幾千個市民圍觀。佢哋高呼要釋放無辜、反對強權嘅口號。公安局就透過擴音器警告學生係唔可以衝擊國家黨政機關，要佢哋立即離開。不過學生並冇理會。而佢哋要求釋放嘅3個工人，其實已經喺幾個鐘頭之前放咗出嚟。佢哋3個都係支持學生運動嘅工人自治會成員。而自治會嘅籌委韓東方批評公安嘅手法就好似綁票咁。自治會方面係草擬緊一份起訴書，循法律途徑去起訴公安局嘅。無線電視記者謝彩雲喺北京嘅報導。香港大學學生會挨晚發起一次緊急發信運動，呼籲中國政府唔好迫害參加民主運動嘅人士。楊明龍報導。港大學生會支援愛國學運行動委員會話，由於傳出北京政府開始逮捕參加民主運動嘅工人同埋學生領袖，佢哋係擔憂會有好多人被捕，所以挨晚5點幾，佢哋喺港9各個大嘅地鐵站發起1人1信運動，敦促中國唔好對參加民主運動嘅人士進行任何形式嘅迫害。信件係會分別寄俾國務院總理同埋中國國家主席。另外，香港仔工業學院20個學生代表晏晝係手持橫額去到新華社遞交200幾封請願信。信件嘅內容係要求中國政府唔好壓制新聞自由，又要求建立民主法制。反對秋後算賬，反對新聞封鎖，反對新聞封鎖。無線電視記者楊明龍報導。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爵士